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一節影片同大家玩咗個情人節大眾占卜，如果未睇翻嘅朋友，可以睇翻上一條片啦。記得讚好同埋留言你哋嘅答案喎。我而家揭曉答案啦，大家細心聽住咯。揀 A 心形嘅朋友，呢一張係戀人牌，恭喜你，佢對你有戀愛嘅感覺。如果你哋未一齊，你積極啲，機會好大噶。如果你哋係情侶，多啲表達感受，會對你哋嘅感情有更大嘅升溫。嚟緊有機會度過甜蜜嘅情人節。揀 B 花朵嘅朋友，呢張係聖杯六嘅牌。如果你哋未一齊，佢對你有好感，你用心打扮一下，可以吸引佢對你多啲注意。已經一齊嘅你，情人節要揀啲靚嘅地方度過節日，就可以將感情升溫啦。分咗手嘅朋友，佢心目中仲有你哋美好嘅回憶，呢兩日快啲把握機會啦。揀 C 月亮嘅朋友，呢張係女祭司牌。如果你哋係曖昧關係呢，呢張牌代表佢會比較收埋自己感覺，你可能要俾啲耐性同佢溝通先至得。情侶嘅話，你哋嘅關係欠缺咗熱情，藉住情人節嘗試積極啲去溝通啦，咁就會對關係有改善啦。揀 D 禮物嘅朋友，呢張係錢幣女王牌。單身嘅你可能一向比較注重工作，佢對你嘅印象呢就係朋友多過戀人。可以嘅話，揾多啲機會單獨見面傾偈時，分享多啲你對感情嘅睇法，邀請佢講多啲心事俾你知，關係先至有機會再進一步噶。如果拍緊拖，佢心目中事業係重要啲嘅。如果想情人節有美好回憶，記得要主動同佢講啊。嗱，趁住情人節咧，送大家咧一個1對1嘅女神神諭卡占卜俾大家喎。如果你做齊以下，記住係3樣嘢： 1. 追蹤我嘅專頁， 2. 留言你嘅答案， 3. 留言同時 tag 一位朋友嘅話，私信我你完成咗以上要求嘅截圖，我就會幫你哋抽3張牌噶啦。祝大家度過開心愉快甜蜜嘅情人節，記得追蹤我 Manny， 下堂見，拜拜。